美国宣布要放任各界晶片出口中国了。美国总统川普当时发文表示讲，已经有通知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，讲美国要开放回答出口 H200晶片予中国，也毋过营收就要升高25%，予美国政府。 美中科技攻防战各有变动。最近，美国下党派参议员则提出安全可行晶片出口法案，阻止各界晶片出口去敌对国家。不过，即马美国总统川普宣布，搁变青灯，会准回答向中国出口 H200晶片。 川普伫社群平台发文表示讲，已经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，美国会伫符合国家安全的条件之下，稳准回答向中国经过批准的客户来出口 H200产品。另外，内面25%的收益会纳予美国。 真正的国安考量是要取得稀土，并且要出售大豆。他们可能会希望的是，美国要撤除一切对于半导体的管制。这个部分包含了这个世代的 Blackwell， 乃至于下个世代的 Rubin。伊对进前出口去中国的回答 H200晶片，是为着配合法令设计的降规版本。H200晶片是目前全球上强的 Hopper 架构的 AI GPU， 专家阁预估两个效能是差6倍。不过相对来讲， 伊的效能嘛是做袂到后一代全新结构的 Blackwell 晶片，中国敢会想要买变做重点？美国政府即使开放了，接下来还要观察中国大陆的政府目前的态度，才能够决定对台湾的供应商有 带来多大的这个效益？根据了解，包括超微、Intel 嘛适用同款的政策，大抢 AI 晶片的供应链，包括台积电的晶片代工、光达、鸿海和伟创斋，是担任 AI 伺服器的组装和供应商。专家分析，市场会因为安尼扩大，但是受惠的程度搁要观察。初到台股早盘是开悬走价，大盘中上价28,166点，台积电盘中上价1,480块，光达中上价295块，市场是观望的态度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